踏入2026年，兩項3項賽事頭關，1200米嘅8週年紀念短途杯以及1600米嘅董事杯已經順利完成。賽前大多數嘅焦點都喺嘉應高升追平精英大師嘅17連勝，其次先係浪漫勇士同埋遨遊氣泡嘅王者對決。開跑前大多數人都係認為追平紀錄甚至打破紀錄都係遲早嘅事。嘉應高升嘅獨贏賠率亦都係反映咗全球馬迷對佢嘅信心。開跑嗰陣時，美麗第一打算擾亂嘉應高升嘅節奏，不過世界級嘅馬王點會咁容易被呢啲事影響？轉入直路嗰陣時已經輕鬆彈甩，並且及早收韁，意外造就咗一個驕陽明區追勢凌厲，看似追得到嘅畫面。事實上，兩區嘅實力早已經分隔咗一段距離。上場香港短途錦標嘅第2、第3名，亦都順延到第3、第4名。希望兩場跑入季軍嘅舉步新風可以得到杜拜阿喬斯嘅參賽邀請，受邀馬嘅遠征成本可以減輕唔少。畢竟留喺香港參賽苦無出路，相信出到去可以取得好成績，揚威海外。過咗呢個600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美麗第一仲係佔先啊，嘉應高升出咗去2踏已經咬咗上嚟啊，後邊嘅馬出邊有幸運有利，最出有舉步新風，馬林中間驕陽明區好有心得嗰啲馬，最後300嘉應高升搖咗幾搖，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，埋邊傳上嚟有驕陽明區，中間舉步新風，出邊精算部署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相當輕鬆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贏出呢場8週年紀念短途杯。另一場嘅焦點賽事3冠系列頭關嘅董事杯，自從浪漫勇士放棄遠征，留港重新挑戰3冠之後，多數人都認為昔日嘅3亞王前路已經冇一匹馬可以阻擋到佢嘅3冠之路。當然，浪漫勇士自出道以嚟都係冠軍級嘅賽區，包括海外賽事已經勝出咗11項嘅 G1， 香港杯4連霸嘅成就亦都係前無古人。8歲老將亦都喺賽事上一改性能，發揮出凌厲嘅後勁，橫掃賽場。豐富嘅比賽經驗、騎師嘅配合，感覺上浪勇嘅實力已經進一步提升。只要保持佳態，3冠之名係遲早嘅事。雖然今場比賽嘅開始唔太理想，遲遲未能夠確認位置，不過我密度朗相信浪勇嘅實力，喺確保跑線下推前至2碟第2位。直路嗰陣時亦都順利帶領馬群，輕鬆取得第12項一級賽。至於賽前浪勇氣泡嘅單打獨鬥畫面並冇出現，取而代之嘅係金鑽貴人一改跑法，擺喺前面領跑嘅位置，直到一度出頭下，被浪勇拋離之後仍然保持追勢，最後取得一席亞軍。喺一哩嘅神奇表現，賽後練馬師嘅神之一筆當然備受追捧。不過練馬師坦言，本來都冇打算金鑽貴人挑戰一哩路程，只係馬主個仔翻查血統，認為金鑽貴人嘅性能係可以應付一哩。短途已經苦無出路嘅情況下，嘗試下一哩路程亦都未嘗不可。遨遊氣泡咬咗上嚟外邊嘅第4啦，中間第5呢仲有粉紅帽紅衫係竹園啦，內欄美麗同享，大外檔有陽光勇士啊，尾3中檔位置直線力山，響後邊呢仲見到標誌銀河入正，最後直路金鑽貴人響埋邊，浪漫勇士率先上嚟過佢，跟住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遨遊氣泡追緊，中外檔竹園呢亦都拱咗嗰隻陽光勇士追，最後200米到呢隻浪漫勇士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少少掟甩咗，埋邊有金鑽貴人、遨遊氣泡，出邊係竹園大外檔陽光勇士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結果留喺香港，贏出呢場董事杯啊！撇開世界級嘅浪漫勇士，以及曾經嘅短途王者金鑽貴人，遨遊氣泡仍然都係一哩路程嘅最佳選擇。今場賽事足願再一次證明一哩路程上係冇 G1 嘅水平，被認為係同標誌銀河一樣，需要喺有利嘅條件下先可以贏到。感嘆遨遊氣泡，如果10年前嘅香港馬壇，無論係上季嘅成績定係今季嘅表現，係絕對有條件問鼎馬王。但係時代喺度進步，賽馬業亦都喺度進步，馬王嘅門檻亦都進一步提高。如果沒有嘉應高升，浪漫勇士可能馬王3連霸；如果沒有浪漫勇士，遨遊氣泡亦都不失為一代馬王。不過現實係冇如果，只有結果。浪漫勇士攻陷4地1級賽，威震亞洲。嘉應高升橫掃短途，成就短途第1，世界第2。身為香港馬迷嘅我，亦都為此感到十分自豪。至於係17場不敗嘅連勝，定係先輸2場之後有嘅17連勝，
無論係乜嘢賽績，都唔影響精英大師係一代嘅短途王者。馬場內嘅大師雕像已經證明咗佢嘅非凡地位。最後，假如浪漫勇士成就3冠王，並且賽季不敗，可唔可以奪回香港馬王嘅寶座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。